现在各特殊班老师跟任课也都在这边哈。有一件事特别拜托一下，特殊班除了会念书之外，团体活动、学校活动的参与，也希望大家能够多鼓励。好，我们现在欢迎蔡教授。蔡教授、各位老师，大家早。我们今天很荣幸请到蔡教授来到学校来给做演讲。蔡教授实在很辛苦啊，一大早送完孩子就往这边赶，所以辛苦的不仅是各位老师，事实上每一位大家都很辛苦，即使身为大学教授也是很辛苦，都是为了下一代。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蔡教授来讲一个相当好的一个题目，如何当好一个开罐器。我想这个题目要把它引申起来是相当的有意义。首先我介绍一下蔡教授，蔡教授是成功大学管理学士毕业，然后是爱荷华州立大学工业工程博士，现在担任成功大学工业管理研究所副教授兼副学务长。所以在整个领域里面，在管理的算是一个专业。我们希望是说，从专业的角度，我们来看一看蔡教授能够把整个问题做如何的延伸，如何让他们老师在这里面得到更多的一个启示。我们现在是不是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蔡教授？各位亲爱的老师，大家早安。好。那么很高兴，也是非常感谢这个机会，跟大家呢，大概利用70分钟的时间，我们来探讨一下，就是开罐器。4月10号，我们这个在以电机研究所硕士班1年级，那这个廖姓同学，我们从那个8楼跳下来，刚好呢，那么是在下课的时候，那么也是呢，老师呢，在换教室。同学呢，那么也是在那个中庭呢，准备要上课，结果呢，他就是挑的那一个时间，那么就是跳下来。因为从小时候应该也是听过，那么我的尾巴长得 kill days 有没有？那个卖粽子被自杀的压死掉，自杀的没死掉，结果呢，那么这个底下卖粽子的死掉。这个故事差一点就发生在成大那个电机研究所那个地方。死掉了以后，当然你8楼下，他只是在验证一下自由落体结果没想到真的成功。死掉以后，他的爸爸妈妈到现在的话呢，还没有办法去接受他儿子死掉的这种情况，因为他是独生子，没有兄弟，没有姐妹。竟然呢，在3月多了，他的同学，曾经也问他说：“你的生日在4月份的生日，你要如何庆祝？”用中量你的想。他不断就是这样子慢慢的哀屈的收着生日有什么好庆祝？生日还不是一样吗？每一年的生日还不都是如此吗？有什么好 exciting？ 我们也了解呢，他在3月多一直到4月的过程当中，他不断的有意无意的告诉自己的同班同学，因为他是研究生硕士班，有自己的那么这个叫 roommate 也好 ，office mate 也好，那么这些有意无意的告诉他，我有什么保险？我的实验的什么东西数据放在哪里？我有一些的磁片放在哪里？其实的话呢，这一些已经都透露着他准备自杀了，可是没有人听出来，没有人把这一种事实的，就是说呢这一种feeling这一种感觉报告到我们的学务处来，因为我在学务处这个地方工作。那么在学务处这里，我们有生活辅导组，我们有这个专门的辅导老师。他也可以来找我，我也可以跟他谈1天也没有关系，我也可以给他快乐也没关系，我只要陪他1天也许几个小时也可以，那么他就可以改变了他的一生了。但是呢，他竟然没有，因为他准备自杀了。我想呢，从这个例子的开始，我们来看看的一些的情况，为什么叫做开罐器？我们为什么要当一个开罐器？因为呢，这一个瓶子里面如果 cover 盖住了，它里面的东西它没有办法出来。
所以呢，我们把它打开了，它里面的内在的很多的心声，它很多的委屈，各方面的让它可以涌泉而出，甚至的话呢，它的内在的心灵的智慧，它的宝贵的这一些的智慧、爱心，都也可以呢涌泉而出，利益四周围的同学。可是呢，没有，它一直把它盖住，盖住了以后，当然呢，那么就没有功能，没有功能的话就没有价值。因此的话，我们要当好一个开关器，如何适时的，那么把他们的话，把他们的心声，整个的那个都能够倾诉而出。要使同学倾诉，四周围的人倾诉倾吐，那我们当老师的就要先做好一个角色，那叫做后台的朋友。我们要当好一个后台的朋友，也就是呢，那么我们要能够去倾听。你如果没有办法去倾听你的家人，你没有办法去倾听我们四周围的同学，他们就没有办法倾诉 and 倾吐，当然没有办法。因此呢，我们要当一个后台的朋友。什么叫后台的朋友？其实呢很简单，后台的朋友，我们现在呢在台上舞台这个地方，我们尽情的演出。你会发觉到，不管是 F4，或是张惠妹，或者是刘德华，站在台前尽量的演出，演到底下又叫又吼，不知道叫什么啊！你发觉到了，叫一叫吼一吼，下台的话呢，好 uncle 再出来。我跟你讲，到了台下也是真特别代志啊！因为我以前演过戏，我知道这个呢演完的变了，就像演讲，我演讲6个小时、8个小时下来，我那是真特别代志。结果下来了以后，唱那不是唱歌，那是歌一直转到一直看无尔尔。我今晚已经开始转，因为这种天气我竟然穿西装，实在有问题啊！好，这天气的话呢，整个汗流浃背，我真的实在是很累，因为我站了5、6个小时，6、7、8个小时。前1年的话的暑假，你看对老师上3天的研习营，3天每一天8个小时，我站了24小时，就这样一直吼，一直吼，一直叫。你知道3天下来，我躺了3天，你知道吗？在台下，我在台前的时候忘我，的确是忘我。我拿起麦克风，你就是在于我前1分钟我很累，我昨天熬夜没有错，我很累。可是你只要让我拿起麦克风，我们在这冲击啊，就有这一种拿麦克风的那一种自恋狂那种感觉，所以那种爱秀的那一种感觉。从小我爸爸就国小的老师，他就发觉我有这种天分啊。不管怎么累，不管怎么样子的害羞，只要拿起麦克风就不停了。但是你们放心，等一下时间到我会停的。我不像一些的老师啊，这个拿起麦克风就是忘我，就是不下课啊。我告诉你，就是说呢，你在台上变大的戏，落去了时阵，你天噶你上台是一条龙，下台有时候真的是一条虫一样，躺摆平了。有时候你会受到的委屈，有时候你在台上在秀的过程当中，有时候会有一些的 mistake， 你也会发生了一些自己了解的一些错误，你很需要有一个肩膀让你靠一下。你知道有一条的毛巾，你很需要有一条毛巾帮你把眼泪擦干，因为你的目屎已经转到碰到，很需要有卫生纸、纸巾，很需要有一条毛巾帮你擦一擦。其实对方这个后台的朋友只要提供一个肩膀，把你拍拍你的肩膀，然后告诉你，其实你演得不错，虽然你姓蔡，但是你菜的不菜，味之菜啊，能够呢提供一下，尽情的哭吧，朋友，你是最优秀的啊！不管你怎么表现，我永远都站在你这一边的啊！靠，他等下个几位网友。现在有这样子后台的朋友，请举手。你不告 BI， 搞这么吹过这个。哎呀，你现在在当人家后台朋友的，请举手。哎呀，尾巴已经有2个，还有几个也到1个。勇敢的，我们给这些鼓掌。尽量当别人有一些四周围的儿女也好，朋友也好，夫妻之间的后台朋友。其实我们大部分都结过婚的，你难道没有在当另外一半的后台朋友吗？啊，这个地方我们就是要做到，尤其夫妻要永续经营家庭，各方面能够永续经营。
最重要的真的是夫妻彼此之间都是后台的朋友，能够倾诉，没有保留，这叫做黑心。夫妻尤其夫妻，黑身很简单，但是要黑心又有那么一点来，所以才有一个成语叫同床异梦。不然这一句话是怎么出来的？要贴心，但是要如何贴心？很简单，就是你去感觉别人的感觉，你要很用心去经营，去 feel， 你去感觉别人现在的感觉是什么。因此呢，如果说呢，那么就像我说的这个廖姓的同学，他的爸爸到现在还没有办法 accept， 他就接受，他没有办法去接受，他的儿子已经自杀，已经死掉了，从4月到现在9月，已经5个月了。他的父母亲到现在在高雄还是避不见客，没有办法，因为他把自己 close 起来了，他很难过，他真的很难过。他如果说了，那么我都听一下我儿子的这一些的心声，帮助他们能够有一个疏通的管道，也许呢不会造成这样子的悲剧。成大平均1年死掉1个，这叫自杀成功1个，自杀未遂的 N 个，因为无从统计，因为他自杀未遂，我们怎么知道？有一些人真的尝试要自杀，可是我们不知道，所以呢，自杀未遂。前几天我还收到一通电话，从台北一个电机系同学的电话，老师帮个忙，我同学要自杀，现在找不到他。你看像这一种的话，他也很想自杀。我说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还没开学前为什么就想自杀？不是功课的压力，对，感情。你朋友要他放死的，你朋友要他放死的，就想要自杀，死到靠那个无前途。那痛死压力啊！天下何处没那个花，对不对？是你知道我以前手困了一大堆，然后到最后面呢就想自杀，这样还有割腕，对不对？不一样，热血澎湃，那这有什么意思嘛？1号没有了，还有2号，2号没有了，还有3号，那么3号没有，还有 N 趋向30亿。因为有60亿人口嘛，有30亿女孩子，30亿男孩子。如果不分种族、肤色，不 care， 有30亿；不 care 年纪，不是30亿，对不对？而且的话，你10号不会比1号差，你知道你考不？你如何去证明10号会比1号差？所以的话，你要注意，有时候的话是一种因缘。夫妻之间结婚，30亿，30亿男孩子，30亿女孩子。所以30亿分之一乘上30亿分之一，900亿分之一。你用计算机 calculator 计算一下 ，approach to zero， 趋近于0。我在告诉说，人与人之间，包括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见面，都很不简单。你虽然同时都在这一个学校教书，可是为了听演讲的关系，竟然坐在隔壁，很殊胜呢，你很难得呢。竟然一不小心坐在他的前面，坐在隔壁没什么，因为是呢好朋友，大家相惜入座。嘿，你坐在他的前面，太不尴尬了，一回头竟然看到，哎呦呦呦！所以我们现在跟隔壁的握一下手。哎，开玩笑，宿舍我们跟后面的握一下手，看看坐在你后面的是谁？开玩笑，不简单。姻缘真的是来得很不容易，对。等一下提醒隔壁的，如果打瞌睡的话，叫我一声。哎，是要等一下下课，应该说等一下下课了，提醒我赶快回去，不要在那边又一直睡，太垮。对，像有一个班长，他提醒隔壁的说，我昨天熬夜了，当天当晚都没有睡觉。等一下如果要下课的时候提醒我。那么好，让我还起立以正敬礼，老师好。结果的话呢，他躲在前台那个后脑那一块的后面，有恃无恐的就给他滚去。嘿，老师有够厉害耶！上课上到不到10分，就花钱班长以身作则，拿起了3根粉笔就走下来，一步一步靠近，把你们定位到前头。引流，刺激！旁边的同学发挥同学爱，马上架起的好气了，这个班长啊，去！毫不考虑，去！所有同学都笑得一塌糊涂，但是也有20个跟他起立。一般人冲啊，一般专门在困啊，4十个困20个。
真的要解到，这实在我告诉他很多，你等一下不要犯了这个毛病。有一些的话的情况，轻轻松松、快快乐乐。其实当一个开罐器，就是要把笑声，你感觉，你要把你这种感觉，然后呢散布出的都是正面的一种情绪，了解对方他现在需要什么东西。你看我在美国读博士学位的时候，有一个同学是清华大学，然后呢去那边也是职工博士。可以说是一个呢，那么书呆子一样，只会读书。因此呢，那么到了美国去都没有女朋友。哎呦，他实在是对我不错嘞。因为呢，我那个时候去读博士学位是拿着工会，因此呢年纪已经30出头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他们呢跟我相处也是蛮不错，蛮尊重我这个蔡大哥的。因此呢，这一位同学呢，他实际上把作业写完了以后呢，那么就给我看。给我参考了，不是看。那我们时常都参考他的作业，不是抄袭啊，参考而已。这个就是站在专家的肩膀上面，看得可以比他高，看得比他远。这个就是智慧的这一层。因此呢，那么时常要回馈他一些东西。发觉到他没有女朋友，我就主动把自己的学妹，成大的学妹，读硕士的介绍给他。我希望能够促成这一对的好姻缘。没有想到一个月过去了，我碰到我的学妹，我介绍了尾巴，什么时候可以吃你们的喜酒？1年半。这一位学妹呢，就马上就说了，臭男人，从来没有看过一个这么臭的男人。我说奇怪，不是很好吗？这个怎么会臭呢？怎么不臭呢？第一次约会，不在我的旁边，好心的呵护着我，慢慢的走在我的旁边，手牵着手呵护着我，走在前面，让我在后面小跑步。像什么男人？经过十字路口，走在马路，左看看右看看，没有车子，自己一个箭步就走。听到刹车声才回过头，看我有没有被撞死。这种男人。细看到这个臭男人，到了1点，总算呢找到了餐厅，中国餐厅可以吃到Chinese food。在美国找到中国餐厅难，尤其在我们那一桌。结果其实呢2个人不约而同，反正也不要了，2道了就是那样的一个面，阳春面之类的，叫了一下，要不然就是要关那个 waitress， 不同时端2碗，只端1碗。端1碗出来了以后，臭男人，改去腰高边，拿起筷子就开始抢，就开始数。还有站在旁边2人用双手托住下巴，然后好像吃摇头丸，一直摇头，一直摇头，然后口水一直做。立马雪花 cake， 矜持一下，我不饿，你先用。小姐说：“哎呦，陈先生你先用啦，不用客气，我真的不饿 ，Lady first， 你先用。哎呦，真的啦，先生你先用。好，那我就不客气了，就慢慢开始吃。所以你到太麻烦，推1、2次你才开始吃。所以呢，这很多的事情，你有没有去感觉对方的感觉？如果你是有的话，你就可以在乎的他现在需要什么。如果他现在需要的，你能够去 care 出来，你能够去感觉出来，他一定非常的感动。”比如说在座的有一些帅哥，有一些男孩子坐在我中间这边的，你看大概都还没结婚，对不对？除非我看错。你们的话要追女朋友的话呢，应该是很简单，尤其你们听我的这一堂课，所以你们不用比，我大概就知道什么。穿着咖啡色、棕色的这2个，站在前面这一大概。我告诉你们要去追到女朋友，其实非常非常的 easy 啊！尤其你听过这一堂课以后，一定要感谢我。追女朋友会更 easy。你看看，你开着车子，载女朋友要去哪一边呢？去那么 have a trip， 那么去旅游啊，各方面。所以考虑感觉他的感觉，帮他开车门。虽然你开车，你还是要帮他开车门。开了车门，那请他上座。你要讲请上座。
这时候用手，那么就放在他的头上，轻声细语的说：“亲爱的，小心你的头。”注意一下，稍微二声一点，不要轻声而已，轻声再加上略微上扬。亲爱的，小心你的头，不要撞到哦。不要撞到哦。你绝对不可以说小心嘞，不要撞到头嘞。你小心，你死了，你转死了。内容是一样，声调不一样，内容一样，但是声调不一样，让人家的感觉就是不一样。因为你心反全中心以外，我就可以感觉出来你现在的心态。注意哦，注意哦，我整个过程这些公式都要背起来，所有的话都要背起来。他的腿，要等到他的腿2条，不是1条。2条腿全部都放到车子上面才可以关门。你不要只有1条腿上去，一点都没有。而且关门的时候要轻声，你不要这样，昨天原来都有了，你要你死的话。这个时候呢，坐在里面是很闷热的事情，有够闷热，尤其夏天。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快跑。你从后面跑，他看不到。所以注意，你要从前面，左手握住前面那样撞的地方，啪的一个箭步，你就后退，是这样子。所以跑得要快一点，然后一个转弯就推，打开车门就位，安全带仪式，然后呢手刹车以后，这时候你就要问旁边的女朋友 ，Are you ready？ 你这个话那是无分，你就是无尊重伊。有一些男孩子，恋爱的都让自己的太太或女朋友自己关车门，车门还没关好，一个启动，共产生肖属猴耶，猴子什么？这个时候啊，还没关好，启动了，让自己的女朋友还要晃2下，这样注意，就要去感觉别人的一种感觉，让他了解，你真的是非常的用心。今天的讲的这一些的话呢，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些方法。有一些的，那么就是说人格特质，你应该要具备，你不要当一个参考，你应该把它落实，要把它落实，变成在日常生活之中就是把它做出来，这样子才可以成为一个信念，而不是一个观念而已。一个观念，那只是当一个观察、参考，所以叫 conception。但是你如果落实变成一种信念，很有信心，这样子把这种理念落实，很有信心的去做，对你就有受益，这叫信念。所以一个成功者没有成功的观念，只有成功者的信念，一个 belief， 这个 belief 的时候非常的重要，因为他相信而去把它做。而一个呢，副理长，那12点小夜班上来，换上了便服，哎呀，资料整理了一下。开了车子来到了台安县仁德乡鳌壁处的所在，结果呢，竟然清晨1点还看到红灯。清晨1点红灯是干什么？也无行人，也无车，也无交通警察，应该讲交通警察应该在困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这一位副理长想着想着，没有踩油门，车子就自然的滑行通过啊。伊讲有告诉交通警察，唔知是咧乱说创，无困，落来，驾照看，行照看，就看了一下的话呢，我一笑的告诉这一位副理长小姐，你这么漂亮，怎么会闯红灯？漂亮跟闯红灯有关系。红灯一亮，我就停；绿灯一亮，我就走。这是他妈圣经，难道你忘记了吗？这幼稚园就会背就会唱的一首歌。难道你刚才没看到红灯吗？你为什么要闯红灯呢？啊，美女，准备签红单吧。这时候，这位小姐微笑的说：“警察大哥，不要生气，早一点回家休息，不然会妨碍你的睡眠品质。”老实告诉你，我真的有看到红灯，只是没看到你而已。我要是有看到你的话呢，我一定会停的。现在很多人被开红灯，
你知道吗？我去那高雄人力资源发展中心，给他们那些警察上过好多次的课。他们那些警察有的交警的，有的刑警，他们就告诉我，现在的老百姓不知道在干什么，被开红单，借口一大堆。有一些的借口真的很好，很好玩，就是我刚才讲到，警察，你为什么躲起来？你如果没有躲起来，站在十字路口很明显的地方，我绝对不会犯规呀。有没有学生告诉你，老师你为什么坐下去在那边打瞌睡？不然我绝对不会作弊。你如果走来走去，我绝对不会作弊，就是因为你坐下去啊，开始在我告 nonsense， 荒唐。有时候把考试的规矩当成参考，这一些学生就够烂。你看看，有一位的18岁的，刚拿到了机车、摩托车驾照，要赴约会。飙了，腿被无杠了，冲了，连闯3个红灯被交警拦下来，是不是无照驾驶？小妹拿一下驾照，这时候看一个娘娘证明有了，谁了？我认了啦，警察，快开红单啦！我认了啦，我要约会了，快迟到了啦！开红单写字都这么慢，快了 ！Time is money 啊！那个交通警察就画一个名，好啦，你无看咧开啊，卖我袂嫌啦。这写着，小妹，闯红灯的闯怎么写？你创死呀你！你当交通警察，连闯红灯的闯都不会写，你还当警察？你既然要开我的红单，我才不告诉你闯怎么写。活该你！我一开红单开不出来。那个警察说了也没关系啦，我照开了，不错。结果到后面呢，这个小妹拿到红灯，她有点昏倒，照开，红灯直走。我们老师要有这种变化，要变调。啊，有时候呢，你知道吗？我修我课了150几个，就视听教室做的满满的。因为第一次我总是要认识大家一下，几个有时候念到我姓跟名都不会念的字呢。有姓那个名字是我念不出来的，念不出来的，那你把人家念错，老师，你中文怎么修的啊？你怎么教书的？这时候要有反应，聪明，故意把它跳开，你绝对不要念，因为你念你就知道你念错了。我知道100%一定念错的，因为我从来没看过那个字啊。我用有边读边右边读中间嘛是 C， 所以的话我就故意把它跳开，然后跳开完了以后，也许会跳开个5个或6个，啊，还有谁没有被我认到的？你名字说一下。有时候的话呢，真的是你要急中生智啊。不然的话，你也实在找不出来这种效果，对不对？像那刚才的交通警察的事情，卓别林大家认识吗？卓别林大家认识吗？认识，介绍一下。那你的年纪一定很大啊。这个我们大家都有知道卓别林，卓别林真的是幽默高手，大家学点。真的，你要散布快乐的香水，当一个很好的开罐器。这几号人物一定要学，不是学习微笑的老肖而已。微笑的老肖到最后面都微笑不出来。对，真的要学就是要学这几号人物，真的是我的偶像。卓别林，你看他的那个墨镜，他有一次呢，那么走在暗路上面要回家的过程，竟然被抢劫者拿着6颗子弹的手枪顶着他。告诉他把所有的财物拿出来，他就的当然了，后面不然信呢，那是手枪呢，真枪实弹，所以他把所有的钱、所有的财物全部给那一个人呢，那么就即将要离开了，不要报警，你不要随便给我乱动。这个时候，卓别林说的就这么点，威胁社会，等一下，开一张收据，开收据，你想得出来吗？卓别林就有这种本能。先生，慢一点，请开收据。开收据？我抢
抢劫了这么多人，还没有人叫我开收据，我身上哪有收据？我手机也不能看。你的从小当然要开收据啊！我身上本来那么多钱要带回去给我太太，结果呢回去了以后呢钱都没有，我太太会相信我被抢劫了，她一定会误会我有跑到哪边花天酒地。如何证明我真的被抢劫？你帮我想想看嘛，不然我回去真的整个晚上都不能睡觉，你知道吗？这时候呢，这个强盗当机当在那边，怎么证明？卓别林说啊，我帮助你想到方法，来，帽子拿下来，证明一下，我真的被抢劫，用子弹把我在这个帽子上面打2颗。代表真枪实弹，砰砰，不要打到手，不要打到手啊！啊，这个大衣脱下来，来打个3个来，砰砰砰，好，再来裤子这边再打1颗，啊，6颗都打完了，没子弹了，看我的钱头，我操你的，钱都拿过。你直觉好像会想到有这么笨的强盗，我就是事实，这个就是事实。轻松愉快，你才有办法急中生智。幽默就是一种本性，你一定要很轻松愉快，才会想出来这一些的话语。你的情绪不要受到外在环境的导引，压力一来，紧张失措，这样子的话呢，你怎么能够把这个外在的环境能够调理得很好呢？这一个学生他真的很需要，但是的话呢，我们自己本身没有在一种很轻松放下的一切，我们有任何的一些的执着的状况、主观的意见的成分在里面，你很难去帮他的忙，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感觉他的感觉。我要讲那1、2个笑话，我们就下课，很快了，我只要讲几个笑话，我们就下课。啊，你看看的丘吉尔首相，丘吉尔首相厉害，真的是厉害。那个6000个人在听他演讲，演讲到一半的时候，竟然的从底下递来了一张字条，这一张字条上面写的 stupid， 连环言就是好像笨蛋2个字，放在他的桌上。我看完了以后呢，也许有一些演讲者的情绪就会受到影响，因为有人那么反对阵营啊，跟他干仗的，所以的话，也许他情绪失控，笨蛋，你们才笨蛋。反正我演讲会拿到，我可以走了啊！但是他不是，微笑，他把这2个字面对大家，笨蛋2个字。各位女士、各位小姐、各位先生，现在不知道是哪一位要问我问题，可是他忘记写问题，只有署名而已。你可以不写一下你的问题？我跟你讲，6000个全部鼓掌。包括那个写笨蛋的也不错，太优秀过关。你情绪只有在维持一个非常很好的状态，你才有办法表现出这样子的机制出来。你议员好像在立法委员那一些你立法委员，有时候很彪悍的，完全讲话都会讲彪，你听啊，你还不够呛。这个时候啊，竟然在执行这个首相的时候。啪啪噼里啪啦，臭男人，大男人主义，说一套做一套，大衣给我被你弄得7荤8素。我要是你太太，哼，你死我跟你讲，我一定在你的咖啡杯里面把你放毒药，把你毒死，那省得贻害众生社会。人身攻击，你看看有一些立法委员啊，那么讲完了以后，有一些行政官会马上反应，跟他泼水，跟他表，而丘吉尔不会，丘吉尔还是微笑。爱之深，责之切，谢谢。可是你多么爱我，你要是我太太，这是我的荣幸。但是，有但是的开始要转话题。但是，不用劳动你的预算，不用劳驾，你放毒药在我的咖啡杯里面，我自己放，我自己把自己毒死。哇哈！不告谁传流历史，这个就是在应对进退当中。你有时候在一种拿捏，那个感觉，因为讲出来的话，真的是不一样的。你看罗斯福总统，美国罗斯福总统，他家遭小偷了，
家招小偷了以后，很多朋友的都来跟他慰问，我们觉得非常的难过，因为家招小偷损失了不少的财物，1半的财物。这时候罗师傅就说：“有什么好难过的？我只能有3样庆幸。第一个庆幸的是，他偷的是有形的财物，不是我无形的生命，我无形的生命还在。第二个值得庆幸的是，他偷的只是我局部的财产，不是我全部的财产。这一位小偷还很有良心，留一些给我用，谢谢。第三个值得庆幸的是，小偷是他，不是我。你要了解到了一个人能够看正面，你才有办法讲出这些话出来。你看有一位禅师，空到情况之中，叫那个翻江倒柜的宵小之辈吵醒，吵醒了以后，他连动都不动。啊，徐徐的说了：“免了啊，我比你更善良。我白天都找不到东西了，你晚上找不到，我都很尝试啊 ，do my best 啊，翻箱倒柜，那么想找一些东西出来吃 and 用，结果都找不到东西。你晚上黑漆漆的找得到哟啊！如果我告诉你，你很 lucky， 昨天有一些施主不施我一些银两，就放在角落。”啊，那个衣柜的第3个抽屉自己进了，还要我拿给你吗？那个小偷啊，假后有人提供情报，按照了禅师所说的，打开了衣柜，里面真的抽屉里面真的有银两，这叫不客气，把所有的银两拿起来放在自己的袋子里面，扣几下准备离开了。这时候禅师又徐徐的说了：“众人不要做得太久。明天是初一，有一些银两给我买水果，好礼佛 ，OK？ 啊，对，明天是初一，所以这个时候小偷又打开了抽屉，从自己的袋子又拿出了些许的银两，因为不用太多，这叫随意乐捐，随意布施，随意就好，购买水果就好。啊，不考几下，这个禅师又说了。你妈妈在你小时候开始没教你吗？拿了人家的东西要收什么？谢谢。这一个小朋友对着禅师睡觉的地方说的：“多谢了，多难了，干嘛还？”从门要离开了，禅师又说了：“我的门本来是关着的，请养成随手关门的好习惯，不然我很容易着凉。”3天 ，only 3 days， 3天。这个官兵请禅师去衙门走一趟，为什么？因为小偷被抓了，要认赃物，准备判刑。但是没想到禅师到那个地方认赃物，说这个东西是我的，这是法门的，这些法器是我用的，但是不是他偷的，是我给他的。他也跟我说，谢谢，无罪开释，不需要人家提醒。这一个小偷一直鞠躬，一直鞠躬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一直走了30几天了以后，这个小偷光天化日之下出现在禅师的厢房里面。禅师坐在那边，徐徐的说：“你如来如多大？上一次是晚上，现在是白天。”这种小偷说：“我今天来不是要来偷东西，今天我想忏悔往昔的罪行。我希望师父收我为徒，我愿意，那么拜你为师。”我要告诉大家，提醒大家一下，去感化影响一个坏人，不全然只是用 punish， 而是要用爱心、宽恕、包容。这样子的话呢，才有办法使一个坏人放下过去的种种的罪行，提升他自己。什么是坏人？坏人，他是暂时是坏的人，叫坏人。那什么是好人？暂时是好的人。真的盖棺论定，你看一个人，不要以为他很坏，贴上标签啊！你这样永远没办法翻身哟。世人如果都是这样子乱贴标签，是哟啊！所以的话，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学生，对四周围的人，绝对不可以贴上标签，以一种平等心，一种没有对待的心，这样子来去对才有意思。一对呢，不算一对了，反正是2个好朋友，东西欧巴桑在一起聊天。这时候甲对乙说啊，你不是有一对儿女吗？最近怎么样了？长大了吧？结婚了吧？好久没见喽，结婚喽！当然结婚。
儿子娶了好媳妇吧，过着幸福、健康、快乐、美满的生活。哇，所以讲的话，媳妇哇会的那么养起来啊，我有一把火，他会怎么样？你就是在全世界打着灯笼，都很难找到这么差的媳妇。那按水呢？按水呢？还是按我摆呢？莫讲，那讲我就是目屎在转啊！你讲话嘛，你看看，我的媳妇一睡就睡到10点多，所有早餐全部都是我儿子负责。你看啊，儿子煮完了准备了早餐，早起准备早餐，早餐完了以后还要端了早餐，那么去到主卧室 morning call。叫我这个媳妇起来哟，很心哦，起来哟，我帮你喂哦，卖给你哦，慢慢吃，慢慢喝哦，小心哦。吃完了以后还要把碗盘拿着要端到厨房去洗碗盘，料理善后，全家大大小小，包括打垃圾、洗衣服、买菜，全部。都是我孩子在处理，你讲带到这个幸福线嘛，好看哟，有啥物路用？有够水，有够歹，伊的囡仔实在有够水，那带到这个太太，你的女儿不错，有够好的，嫁了一个这一种老公，有够好的。因为呢，我这一个女婿都让我的女儿一睡到10点多，所有的早餐全部都是我女婿准备。早起准备的早餐还要端进去主卧房 morning cup， 我的女儿 morning cup， 小心啊，那个给。完了以后吃完了，还要处理善后、洗碗盘，所有大大小小的东西，包括洗衣服，包括倒垃圾，全部都是我女婿一手包办，我女儿都不用touch。你看多好嘞！奇怪呢，家己的女儿都真好嘞，别人的女儿就不好。你们有没有感觉到婆媳之间的战争为什么一直存在我们中国的社会？那就是因为一个当婆婆的永远都把媳妇当成就是别人的女儿看待。如果说把别人的女儿，也就是自己的媳妇当成是自己的女儿，你说怎么会有这种现象发生？不可能嘛，连爱都来不及了。所以我们现在的妈妈只爱自己的儿女，太狭小，爱太狭小。如果能够幼以及人之幼，老以及人之老，这个社会不就是大同的世界吗？所以的话呢，就是非常重要。我们今天呢，就是要去把这一些呢，去好好的去落实。那么我们都是知道，比如说成婚定型，我们都知道。我问了我那修我课的150个学生说：“你们成婚定型做到了吗？”你知道吗？第一排的男同学就说：“老师，什么叫做成婚定型？”我说：“你怎么考来成功大学？早晨、黄昏固定的时间跟父母亲请安，你平时做的怎么样呢？”老师，早晨、晚上定时跟爸爸妈妈请安。我说是，我跟妈妈已经住了19年，不可怜了。这个时候让我想到一个 assignment， 一个作业。隔一个礼拜了以后，我一进来就在投影机上面晃一张投影片给这一些的学生请注意，未来一个礼拜把握了某一天的晚上，打一通电话回去，利用你们父母亲睡觉前的10分钟 call back， 按照我投影片上面的内容，那么表白一下给你的父母亲。其实我就是要不许这一些的学生成婚定型，说一些呢当一个儿女应该讲的话，把感觉写下来，父母亲跟他们的互动带来家人的一点影响写下来。你知道我投影片上面的内容是什么吗？亲爱的爸爸，挂号妈妈。因为现在爸爸妈妈同时接电话的很少，不是爸爸接的就是挂号，妈妈接的。请注意，当老师的我们要注意，有时候题目要出就要很详细，该挂号就要挂号。不然有时候妈妈接的，他还是想亲爱的爸爸，因为老师没有挂号妈妈。你看出来如果要更挑哦，太依赖老师喽。爸爸挂号妈妈，我是挂号叉叉叉。我打这一通电话不是为了要跟你们要零用钱，我打这一通电话不是为了要跟你们说我成绩如何，我打这一通电话只是为了要表白20年来一直没有表白的一句话，那就是爸爸妈妈，我
好，又是爸爸妈妈，我爱你，没有你们就没有我，谢谢你们，感激你们，祝福你们有一个愉快的夜晚，甜蜜的梦，晚安，挂号，马上挂断电话。啊，你讲你若无挂断，就是创啥？你摕电话创啥？一礼拜时间有够紧就过去了，哎呀，光阴似箭，唰，一个礼拜过去了，很有意思。150份的作业很快就交在我的桌子上面。这种作业最好写也是最好改，分类一下，有70几份，上面是这么写的：亲爱的蔡老师，因为这一次作业只占总学习成绩3分而已，所以我决定放弃。Because 你这种话把我打死、把我拱死、把我脏死，我嘛讲不出。而且我很怕会有副作用，那就是我爸爸妈妈认为我有问题。把我送到龙华堂的代志都大条了，所以这3轮我不来，我上我蔡老师。另外有60几份、50几份都大概上面是这么写，大同小异。亲爱的蔡教授，当我挂断电话不到10秒钟，我爸爸妈妈就回电，情绪口气相当紧张 and careful。谢谢你，一直喊着喊着，小华，你绝对不要做傻事。非常爱你，妈妈好爱你，妈妈好爱你，足足把你10个月才把你抱出来，因为很简单哟，很简单哟。啊，做人很难的。小华，你绝对不要做傻事，你绝对不要吃沙，你到底缺少多少钱？你看我这今天的够仔细了，我最后一班飞机还可以飞到台南 ，See you Tainan Airport。还有的话，你上一次带回来的那一个女孩子，妈妈虽然不太喜欢，可是感情可以培养的。给妈妈些许的时间，妈妈尝试去接纳她，尝试慢慢去了解她，也许5年或10年吧。所以，而且你绝对不要做傻事。他的父母亲呢，那么以为他的儿子已经换到一句话，就是人之将死。恐怖10多年捌听到，你若讲这句话，为什么今仔日要困10分钟钟？所以有时候呢，以为是在交代遗言。另外还有一位同学是这么写的：亲爱的蔡老师，我妈妈隔天呢，那么起来做晨操，对着所有晨操的伙伴，连太太、贾太太、王太太、蔡太太、K 太太，真有够恐怖。什么恐怖911哦？得了，你看我有一个孩子在读成大，昨天打了一通电话给我，有够300。偌3，讲偌300就偌300，他讲什么？伊讲伊爱我，哎，我昨天听到这句话了，我困袂去。我等这句话，我已经等20年，总算叫我等到了，爽。我们在座很多当父母亲，自己想想看嘛，我们是不是很希望我们自己的儿女跟我们说这一些的话？所以有一些话也不要吝啬，真的不要吝啬啊！那么成文定型，这一些学生，包括我们在内，我们大家都知道应该是要做到，可是我们有没有去落实？这个就是一个社会的一个问题。我们也知道家庭要和乐，好好的经营一个家庭，可是到最后面，我们台湾变成了离婚率，在东南亚是第1名，在全世界是第2名。要拼就是要拼经济，不是要拼离婚率。这一些，尤其现在的中产阶级的离婚率越来越多，因为往大陆扣产的越来越多，已经造成了有一个联盟全部出来了，叫做台湾的太太联盟。那大太太。因为呢，到了大陆去，绝对都是有包珍珠奶茶，包几杯不知道，但是个人的话，你不要一个男孩子事业越做越大，甚至的话呢，移常移往到了大陆去，你以为这一种男孩子他就拥有了一个亲情爱情吗？错，我跟你讲，悲剧就从此开始，从此发生，从此开始。所以这个地方的家人离他的距离是越来越远。所以我在这个地方要送给大家一句话：钱不是万能的，钱不是万年的，虽然无钱嘛是。最后一句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但是呢是要提醒大家第一句话：钱不是万年，钱可以买到很多的，比如说珍珠啊、克拉的啊，
鲜花啦、礼物啦，但是买不到真正的亲情、友情跟爱情。钱可以买到很多的书本，但是买不到真正的什么知识跟智慧。钱可以买到很多的中药补品，买不到真正的什么健康。健康是 number one， 在这个地方送给大家。健康是 number one。后面如果有50个零，那是无呀钱啊都有了。但是我把前面的1拿掉，后面50个零的值等于多少？它没有存在的意义跟价值。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保健自己。好，钱呢，那么可以买到很多的钟表，买不到真正的什么？时间、青春跟岁月。钱可以买到很多的床铺，买不到真正的睡眠。一块椅子有人就睡了，不需要床铺。你看后面的有人睡得好安稳，不要吵他，不要看，不要吵他，你别妨碍到他的安眠。你不要看他躺在那边闭目养神，其实他耳朵有在听，听得更多。他很专注，他不乱看，他只专注听而已。优秀。我那一些的学生，钱可以买到很多的床铺，买不到真正的什么。天天异口同声，5、6个全部喊，买不到爱我的太太，太可惜。现在的大学生思想病毒患了，讲到床铺就想到太太。钱可以买到很多的眼镜，买不到真正的势力。钱可以买到很多的名利跟权位，买不到真正的部属的尊重。钱可以买到很多的好的衣服，买不到真正的身材。最后一个，你那是恭维出来，你撞前面的1倍。我已经举例10个，你那是个恭维出来，撞1倍。钱可以买到很多的叉叉，买不到真正的。你看多简单啊！回去给你们的这一些高中生填叉叉跟圈圈，让他们去体悟什么是应该追求的，什么是不应该追求的。我们不断的一直贪求全面的叉叉，而我疏忽了，忘记了后面它相对的圈圈。追求的是有形的，疏忽了它相对无形的东西。送给大家一句话：该做而没有去做，会有很多遗憾；不该做而去做，会终身遗憾。不管怎么样，就是遗憾。你们记起来了没有？该做而没有去做，会有很多遗憾；不该做而去做，会终身遗憾。不管怎么样，就是遗憾。我们希望从现在开始，不要有任何遗憾的事情。每一天完了以到了晚上睡觉，因为我们每一天很务实、诚实、老实、平时、大实、忠实，这样子的去做，去服务我们四周围需要我们服务的这一些的学生，这样子晚上你就可以含笑而眠。你知道什么叫含笑而眠？叫悄悄困，困到一半不起来悄悄。悄悄困，困到一半起来看时间，正3点，无继续困是要创啥？我可以讲到这些。我好像一下子就1个小时了，讲到10点了，那我们在10分钟我们就准备下课。所以的话，我们把刚才的这一些做一个快要做总结了。钱呢，的确呢，那么可以买到很多有形的，但是买不到它真正无形的东西。回去的时候，让学生或者是连我们自己的家人都一起来思考，我们平时那么有没有去 care 到这些无形的东西？我对我那一些150个学生说，请造句。但是我刚才说过的句子不可以重复，造一个新的句子就加总跟3分。我那个150个同学全部都没举手，我说你们太客气了，不要客气，请举手，就是没举手。结果来到了成功路，台南市的成功路有一家成功国小，我去那边演讲，视听教室就像这样子，摄影机对着我，然后呢，这边是小学2年级，这一边是小学3年级。因为他们只有80个到90个位置，所以派2个班级来听我演讲。不是老师听哦，是学生听。全校6个年级的师生都可以在他们的教室看到我。结果剩下10分钟的时候，我就问了全部80个学生：
金造句，钱可以买到什么？买不到真正的什么？你知道8、9、10个小学的学生全部举手。我说我可能讲流手。成功大学没有一个学生举手，但是来到你们成功国小，竟然全部举手，我嘞不相信，我才不相信。一定是你们校长派来的举手大队，事先有交代。等一下蔡叉叉问什么就是举手，包括上厕所。这个第一排的，我说第1号的你回，小女孩，你回答一下，照一下。他可以站在那一边，他不在，他走出来，蔡教授借过，因为我走在前面，借过。我说我挡住你的树点，我要面对摄影机。刚开始看过这个摄影机摆出一个 pose， 然后所以回来了。然后呢，很神情愉悦的指向前面空着的椅子，钱可以买到很多椅子，但是买不到真正的屁股。钱可以买到椅子，但是买不到真正可以坐在上面的屁股。都是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大学生以上绝对造不出来。很好。出来的话，神情愉悦 pose 摆着，钱可以买到很多的书本。我说不可以重复刚才的知识跟智慧，他竟然微笑的对我，才不会，答案真的都怎么会？我说请讲，钱可以买到很多的书本，但是买不到真正的无字天书。不要比我告诉你的是，2年级不要3年级出来一个男孩子。男同学快跑前进，出来一个，拿起我的麦克风，神情愉悦的面对摄影机，钱可以买到很多的麦克风，但是买不到像蔡老师这么动听悦耳的声音。你看嘛，用一个差点啊水。有影，同样造句子，造出来的句子让对方你看笑不可口，这不是很有功能、很有价值吗？我说谢谢。感谢天，感谢你的爱。我这先代教这已经20年了。进来的话呢，第一次呢在课堂上被学生学员肯定的这么凶，谢谢。成功大学的学生不一定会成功，但是你成功国小的学生一定会成功。这么小就懂得拍马屁。之间的对话，我们跟学生的对话，跟夫妻之间的对话，不是都在造句吗？那你为什么不都造一些让人家快乐的句子？我告诉大家，爱人者人人爱之，敬人者人人敬之，骂人者人人骂之。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是一面的镜子，你对着镜子微笑，里面的影子一定会微笑，不可能哭赶快跑。我这是良心建议，真的良心建议。你若对一件咧笑内底影咧哭，赶紧酸就对。你对着空的山谷说“我爱你”，空的山谷的回声说“我恨你”。不是讲完完是毛骨悚然啊！所以的话呢，一样，你要放下一切，放下年纪，放下身段，主动关怀我们的长辈，这是本分。关怀尊重我们的平辈，这是友善；主动关怀尊重我们的晚辈，这是高贵德高望重；主动尊重关怀所有的人，这是安全。不然你按照CE你都不知道啊，有时候就是这么一个事情。